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号下晡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今日是汉光38号演习的头一天，这也是实行性制度教条的后备部队头一届参加汉光演习，验证后备部队的战力运用。新竹市立的棒球场咧逼出这设备无周治争议，代理市长除了出面回息咧，也强调会成立小组来处理。除了疫情影响咧，这关怀民众愈来愈少，地区南部等咧欠货是这30年来上界低，为了民众大家做伙来共做爱心。今日是汉光38号演习的头一天，陆军第10军团载起珍馐兵舰的火车，协助载战备物资去到前线守备位置。这是实行新制度教条的后备部队头一届参加汉光演习，验证后备部队的战力运用。也讲到 IDF 建国号 F-16B 战机载起去到台东的支航基地、花莲嘉山基地，实行这战力保存。16台大水台火车开到报道站，官兵确定驾驶的身份了，安排做体检，再来检查车的电火链啊。汉光38号演习2号进行，每年强军换台，陆军第10军团载起丁修民用车辆、外用兵力，在军用考场、水加铁丝网等战备物资。陆军302旅后备部队有307人，正拄伫咧教招的期间，配合汉光演习实施共心演习。陆军讲，这边操现强化基层部队的战力，验证战时安怎运用民间的资源。有教招员是宪兵特勤部队退伍的。回到这边就是了解到枪支怎么使用，怎么去调校它他必须要接受一个熟悉到战场上的环境。他有针对这个做一个战场抗压的一些心理素质的课程。本次教招是新制教招，那很多的部分我们会引导招员会实施说明，那请这些招员协助我们配合。那这些物资及车辆会配合本次演习运送到前线实施主角架设作业。汉光演习期间，全台湾的部队拢顶人起来，6台 IDF 建国号战机飞到空军的台东支航基地，空军某年遭受强军袭击，下令 IDF 自台南基地起飞，向东部移转进行战力保存。原本驻守伫咧嘉义基地 F-16V 战机，也同款锁到台东的支航基地。另外，飞弹车一早起就开始机动部署，由宪兵介护伫咧路野赛，自东海岸移转到北南溪出海口，保全支航基地安全。也若伫东部外海，一台海军的质量舰出现伫台东北南溪出海口甲绿岛之间的海域，参加演训保卫国家。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汉光38号演习的头一天，后备军人也加入演训。伫台北的北里地区，补给敌方部队要对这海面来上花，想要来侵入首都。第3作战区带领教条的后备军人，伫咧敌军可能会来路线顶头，或者战壕战交进行防卫作战。他人员下车之后，还是得依靠我们步兵用我们的火力来对他做射击，所以在这个阵地前缘做鹰眼壁良好的壕沟来作战还是有必要的。对于这次的教招，我感到国军是完整的，这让我们感到有备战的感觉。这挂战壕战交是伫咧进前5月拜3陆战队666旅无记敌军上花演练进前，爱先甲这挂防卫设施做好势，而且这批后备军人是伫咧拜5汉光演习结束当天就解除调集。国军也想要透过相关的演练，了解后备军人伫咧烧战的时阵，配合各项防卫计划实际状况，加做未来规划参考。继续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日增加16921个本土病例，53个人死亡。在死亡个案内面呢，有一个是3岁的查某囡仔，伊是来染病死亡。另外，今日来增加2个 BA.5的本土个案，加在是无断开。咱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盖新的说明。我们昨天本土的病例新确诊的有16921个那境外移入的部分的话是有206个。是3岁女童没有接种疫苗，也没有慢性病史，仍然不幸在7月23号病况恶化因为急救无效而过世。那死因是脑炎并心肺衰竭。我们今天要公布就是说还有2例的这个本土的 BA.5 的个案，第一例是比较单纯的接机感染相关的是一个60多
岁的男性，总计是有3名的家人的确诊，是一个家庭群聚，一个我们社区感染的这个本土的 BA.5的一个案例，这也是我们第2例的本土社区经过定序确认 BA.5的个案。那这是一个南部50多岁的男性，本身是船厂的工作人员。那针对他的这个疫调跟匡列部分有3名这个同住家人，其中1名已经检验是阴性，另外有2人都进一步检验是阳性。职场的部分就是跟这个船厂相关的这个工作的部分有在匡列118位来做了解跟采检106人是阴性，但是有10人是阳性。咱来看地方首长的这个选举选战，民进党派出林佳龙挑战国民党现任市长侯友宜。联合报最近的民调结果显示，讲侯友宜的支持度有5%7%，赢过林佳龙的2%1%。另外有6%3%的选民认为侯友宜会当连任，只有1%的民众认为林佳龙会当来选赢。佳龙部长对于任何的民调其实都平常心以待。新北市这一场争议其实是非常艰难的。我们党中央才会征召佳龙部长来参选新北市的市长。在2014年的时候，朱立伦也曾经以非常大的幅度领先这个游锡堃院长，但是最后的结果只差不到1%。那所以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民调都是一时的，最重要，我们还是要认真努力、脚踏实地的好好做事情。尤其今年是我在4年前承诺很多工作要兑现的1年，我更要把事情做好。当然，这过程我也会不断的去做好改进。针对着侯友宜团队提出895个本所山变做是公园绿地，林佳龙也提出英国伫咧台中市捌整治过后里大内山的本所山。侯友宜表示，只要是为台湾好的代志，大家做伙来拍拼。讲到要来选桃园市长的林志坚的伊的论文风波继续伫咧冤，台北市议员王宏伟就向台大检举，讲吴正宏咧涉嫌抄别人的论文，希望伊会当亲身来说明。另外，台大组成鉴定委员会，不过这调集人是台大社科院的院长苏宏达，因为伊进前发出批信，讲这论文案是丑闻，去互立赢这支讲未成注生就先改注死，要求苏宏达就爱回避审查。王宏伟正式向台大提出检举以于正煌硕士论文涉嫌抄袭林志坚的论文。林志坚论文案件继续伫咧吵，人也假条的摆放。虽然林志坚伫咧2时开记者会，提出10名通的电子邮件，不过台北市议员王宏伟质疑无公开电子档内面一定有问题。因此向台大检举吴正宏抄袭，希望伊本人会当出面说明。让于正煌必须去台大为他的论文、他的名誉去做捍卫、去做说明。王宏伟认为林志坚的动作拢是伫咧逼吴正宏承认抄袭，希望伊唔通阁再密起来，赶紧徛出来讲。因若台大组成审定委员会，要伫2个月内调查完成。不过，张一林台大社科院的院长苏宏达是已经社会讲论文案件是丑闻。林志坚团队认为苏宏达未信审判，要求伊回避。台大苏院长这样的说法，非常的遗憾也难以接受了因为他这个完全是未审先判换一个比较没有争议的学者，其实并不困难，这才是真正捍卫学术伦理、捍卫学术自由。林志坚团队认为，苏宏达甲国民党关系正好，如果有争议性的言论，应该自行回避。不过，南也认为这是政治迫害加抹黑。面对苏宏达的争议，台大是讲因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开12亿去翻新的新竹市立棒球场，正式启用了后，却互人发现讲有真大问题。连续2天比赛造成3名球员受伤，也佫有这个球场部分的公共设施也出问题。新竹市政府除了赶紧来宣布讲比赛暂停以外，今仔日也召开记者会当面会实咧，也讲会来改善一个问题，也会组成着小组要来进行解释。新竹棒球场离离重新举办职业棒球比赛，原本小连续3天有比赛，因为场地出问题，前2天就有3个球员受伤。
利是比赛紧急喊停，各界质疑开10亿的经费订翻的球场是安怎会安呢？25号，市府出面对外说明。新竹市政府团队责无旁贷，必须负起责任。发现缺失就来改正。新竹市立棒球场在108年和施工厂商完成签约，109年和龙来球场公司签约，因为赶工造成球场养护工程细节的不足。对此，是否要再次向球迷朋友、向球员们致歉？针对球场的缺点，球工刷落来改善工课，会找营造公司、球团做伙讨论，一定会对球迷、参球员负责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草皮跟沙的之间的养护不足的原因造成的。这个改善的方式呢，也唯有时间能做最好的改善，所以我们后续会在这3到6个内会做定期的草皮养护。新竹市议会今天就会有几位议员同仁跟我共同提案，成立跨党派的棒球场设施改善监督小组，未来会加强督促棒球场的安全设施改善，共同保障球员与球迷的权益。这拄订翻启用，就造成球员受伤，公共设施有真侪缺点。唔拿球员无法度放心比赛，毛球迷质疑。新北市议会提案成立棒球场设施改善监督小组，表示会要求市府针对缺失尽快改善。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台经院要公布经济预测，讲今年实际 GDP 预测的是3.81%，降0.29%，认为这后半年出口会慢落来，不过也受国内消费伫咧强调的，国内经济表现袂讲伤过歹。今年经济成长率保持恐惊无乐观，为资计总处、中央银行、到各大经济研究智库拢调低实际 GDP 的预测。台经院25公布预测，2022年规年实际 GDP 年增率是3.81%，调低0.29%。上半年好的是出口跟投资，那下半年的话，民间消费会变成另外一股支柱，所以我们的下修的幅度倒没有其他的机构来的这么大。台经院分析，受到全球通货膨胀压力的影响，侪国家中央银行已经启动去利息循环、甲货币缩案的政策，减轻物价大起的压力。不过物价也是持续伫压悬。美国联准会会伫台北时间28分点发布利率决策会议的结论，外界预估可能会一个手起利息3码到4码。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预告，必要的时阵会召开临时会，提出因应的对策。所以，如果这次美国如果升息4码，那我觉得不排除会召开理监事会议了，因为这样子来回差太多，就是利差。因若台股透早开盘就落，到早起10点40分，盘中上价有到14851点，落尾100点，不过有个扭倒转来，呈现起起落落的局势。是在外资或是在这个大额交易人，他们的一个空方筹码，其实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趋缓的现象，其实并不像之前那么样的一个悲观，呈现一个震荡整理这样一个状况。监管分析师表示，台股需要消化。这礼拜美国公布重大经济数据，包括起利息的幅度、第2季经济成长率，也有各大企业的财报，按算后礼拜台股的表现才会较稳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摆诈骗一直有新的步数出现，民众逐工拢爱收到真济讲，教你安怎买股票的加一个诈骗简讯，安怎检举拢无效果。今早起国民党团就开记者会批评，讲这诈骗遐尼济，政府就根本无法度处理。刑事局表示，除了165反诈骗电话，也要加 NCC 沟通，请电信公司就要做 AI 分析，对源头甲诈骗简讯查落来。手机的简讯内底会当看到一个讲是三德股市的假小姐讲，有赶紧的代志要找伊，要加伊的来，还有开基证券的李小姐，嘛有 ID 邀请加入。这种诈骗的手路是愈来愈多，未少民众大家拢会收到股票投资等等广告甲骗人的简讯，就算是已经拆掉或者是封锁拢无效，政府嘛无依法。在手机里面呢，他叫我们回一个，是不是垃圾电话？我不知道这个回报是回报到 NCC 呢？还是回报到警政署呢？还是回到金管会哈？惠宏台表示，虽然这个简讯表面上看就是小可代志，不过影响的层面是真大。
为金管会证券局上新的统计会当看到，2022年1月份至5月份，受到投资诈骗民众检举或者是订正的案件有269件，数量已经是去年规年336件的8成。这5个月平均每一个月有53.8件投资检举的案件，比去年每一个月平均28件已经加倍1倍。立委嘛指出，根据变小人敲电话入来软体富士库的统计，去年规年台湾因为股市压悬，地主股票投资类型诈骗的总量竟然排世界第1名。台湾诈骗的干信年增率有到190.13%。警政署也提醒我们要关掉 iMessage， 你叫我们把我们沟通讯息的这个管道关掉，连我们交友的权利都把我们封锁。我们会结合检警全面查缉各类诈欺犯嫌，强化赃款查扣工作，协助被害人赃款返还，跟减少被害损失。刑事局表示，除了165诈骗专线以外，有一直咧推动关键字的把关，嘛有甲 NCC 沟通，且电信公司的电脑嘛爱做 AI 的分析，为前端来设置管理主动的机制，才当避免类似的事件一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国防部24承认有用飞弹攻击乌克兰的港都奥德萨。当讲罗西亚外交部长也当咧访问这北亚进口量上介大的国家埃及，因就向因挂保证讲，这五国的订单袂出问题，而且伊也搁在俄罗讲，这个阿拉伯联盟呢无受到美国控制。乌克兰乌海港市奥德萨的居民，先是听到俄罗斯甲乌克兰签粮食出口协议的消息，无想到讲几点真久了，听到的却是飞弹自塔克顶飞过声音。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должают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на Украине. В морском порту города Одесс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удоремонтного завода, высокоточными ракетами большой дальности морск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уничтожен находившийся в доке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енный корабль и склад, поставленный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的飞弹攻击南部的港口，威胁到粮食的出口。前一天，伫联合国甲土耳其局长协调下，俄罗斯甲乌克兰才签协议，对港口暂停攻击。解除封锁，和条条的2000万到2500万吨的粮食，差不多100亿美金的谷物甲农产品用的出口。协议签好了，正伫咧开罗访问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洛夫，立时向埃及保证，因向俄羅斯落訂的糧食的訂單無問題。伫見面了的記者會，拉夫洛夫也針對真濟國家對俄羅斯的譴責進行反擊。If you just take a look at the list of sanctions, yes, food was exempted, but what was not exempted was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Russian ships to call on the Mediterranean ports. What was not exempted was the possibility of foreign ships to call on the Russian ports to take grain and other food cargo. 埃及有85派小麦是对俄羅斯甲烏克蘭兩個國家進口，自戰爭開始了，影響正大。拉夫洛夫甲阿拉伯聯盟代表見面，俄羅這個國家無挽兵徛，立場平衡、公平、負責任。法新社報道講，美國一直想要孤立俄羅斯，不過在咧阿拉伯世界，真濟國家攏認為正依靠進口烏克蘭的小麥，所以無想要直接甲莫斯科變面。公司新聞吳文玲報道。有一隻船仔呢，頂頭有數十名的海地移民，伫咧巴哈馬這個所在來並船，目前已經知影有17個人死亡。當地政府表示講，這船頂呢可能有60人左右，而且目前呢差不多有10多人當咧失蹤。這台載着幾60位海地移民的船，伫咧巴哈馬海岸並船，真濟人淹死，包括囡仔。A multi-agency investigation is underway to determine the full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a suspected human smuggling operation, which has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these irregular Haitian migrants. Rescue teams recovered 17 with approximately 60 persons on board. It is believed that their final destination was Miami, Florida. 所有队24透早1點半接到通報，新普羅維登斯島11公里的海峽有冰船的意外，隨出動救人，有一個移民被救起來，亦有幾60人失蹤。Two Bahamians were in custody, assisting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ur information suggests that all were suspected Haitian
migrants. 巴哈马当局讲，被救起来的人讲，应付差不多3000到8000美金的费用，换算代表是9万到24万坐这只船。海底的民众为着要摆脱散车病情，加愈来愈严重的暴力，去年开始就更加侪人透过联社集团坐船逃走。巴哈马是热门的路线。5月时阵，一台载着842位海底移民的船，伫咧要去美国的半路偏离航线，被冲到古巴的北岸。迄个月也发生另外一件载着海底移民的船，伫咧波多黎各冰船有11个人淹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人讲千金买厝，万金是买到好厝边。伫咧高雄三明区咧，有一个查甫人呢，拢是用这个饲料伫咧饲鸟鼠甲鸟仔。据说这个鸟鼠呢是四界炭，厝边头尾拢会放一个鸟鼠篮仔要来当鸟鼠，甚至烦恼讲这鸟鼠会有传染病，向卫生单位、环保单位投诉，几落届拢无效。这时间一过就是10多年啊。听到厝边讲鸟鼠走入去，民众赶紧摕扫帚来赶，其他的人则是实手摕棍仔要惊鸟鼠，因为这是邻里的恶梦。当地一名男子当年伫咧厝内饲鸟鼠甲鸟仔，输得规排透天厝的徛家，不时拢有鸟鼠撞入去，有人半当就掠着共要150只的鸟鼠，佮常常看到规群的鸟鼠。里面应该是脏乱不堪呐，我们在外面都可以闻到臭味啊。对，然后到了晚上啊，那个蟑螂、老鼠非常多。卫生局。迄个环保局、里长、议员、立委来处理拢无多啦。厝边讲，这间厝敢若剩男子一个人住，伊除了用饲料饲鸟鼠，嘛会饲鸟仔。真侪徛家虫仔门鸟屎嘛清袂了，定然会当用沙桶甲伊包起来。但是写环保局、区公所、市民专线来到3工，还是无法度解决。状况已经持续超过10天。主要是这个鸟鼠啦，鸟鼠这个重点吼，因为鸟鼠你也知吼，加有汉他病毒的问题。现有的住户是他的亲人，联络不易。但是高雄市政府将尽速取得屋主的同意后，联合相关单位依法执行后续清除作业。你听讲鸟鼠容易传播着汉他病毒，但是这几天落来，厝主就算互开发，也是无爱改善。敢若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斗3工。环保局回应，3月到7月已经告发过13届，开出38000块的罚单。卫生局这是回应，后续会持续关心有汉他病毒传播的风险。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伫咧宜兰南方澳仔的这个内壁沙坡，有民众伫报花顶的小路仔搭这布棚露营，影响到民众出入。当地居民表示讲，这小路仔是要互人行的，甲人挡落来，伫这露营真正是无方便。东北角风管处也讲，这内壁沙坡禁止露营，会派人去巡逻，若唔听可抗者，上无就要罚3万块以上。民众直接甲天道搭伫南方澳仔内边仔的宝环路顶悬，完全无路互人过，而且一边佫搭3粒，安尼互伫附近散步行路的人感觉真生气，因为规个拢甲人踢起来。它山顶上基本上就是把那个提案道路就是截断了，让一般民众没有办法通行。附近的民众咧喊声讲，内边仔车过去，常常有人半暝3更，搁咧放炮、啉酒、喝甲大细声，甚至批车。疫情的时间人客减较少。即马歇热到啊，风用嘛较松人，人又搁加较济啊。人车拢转头尾较济啊，拢较早困了。内边仔海边遮瓦山亚海景致进水，嘛方讲做是情人湾，这个所在是真出名的景点，当年歇热拢有真侪游客来遮做水上活动。不过若是直接讲占宝华路来露营，安尼就已经触发了。我们都是线上有同仁都会过去劝导啦。是。假如是说在这部分没有配合劝导的话，是会依照发展观光条例做一个裁处。东北角公管处讲，内边海沙坡禁止露营，假使讲若是有违规的情形，会先甲劝导；若是讲袂听的，就会照违反发展观光条例，甲罚3万块。也若讲半暝有人咧放炮啊，嘛会动警消来甲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正出名的彩庆冠村，这建筑物拢已经超过50年以上，大部分拢是土角厝，也因为时间一个久咧，这壁开始一个闭。市政府打算8月要开始整修，不过这时间爱开半年，真侪游客嫌讲时间伤过长啊，连营运厂商也拢讲无收到任何整修的通知。游客欢喜甲壁面顶悬的画作合影，那亲像安怎翕拢袂嫌济。
台中彩虹冠村是知名的国际级景点，但是因为厝已经使用超过50年，台中市文化局决定为8月开始展开加固补强的工程，预计封村半年。游客听到消息感觉真可惜，也认为工期收过久。怕这个地方会因此就大家不记得，那你不记得的结果就是它会消失。我就觉得可惜啊，对啊，因为现在很少可以保留这种很特别，就不要把它封起来比较好。土甲厝的壁面轻轻爬一个，马上变做雨，一言一言落落来。冠村内底也拢搭建筑物真具地基不稳的构式。台中市文化局表示，过去就曾经伫咧彩虹冠村内底进行维修甲修缮的工程，去年又搁发现壁面严重壁损，因此就要来重新做涂水甲油漆，也增强耐进度。不过彩虹冠村营运的厂商彩虹文创表示，文化局事前唔捌沟通，23名员工的薪价会面临问题。昨天突然就发布说这个地方要封村，我有23个员工，一个月薪资90几万。我如果封村半年怎么办？文化局驻彩虹村的保全已经通知黄永富先生的前合作厂商彩虹文创，在7月31号前搬离彩虹村。台中市府强调，彩虹冠村领用的合约是甲彩虹阿公黄永富所签订，合约伫咧7月31号到期，因此配合契约，将工程入场的时间定伫咧8月，后续会请彩虹文创团队搬离开彩虹冠村。记者台中报道。受到疫情影响，这关会民众是大减少，南部货库的这个存量是正急。台南市长黄伟哲24也亲身带头来关会，呼吁民众大家做伙来做爱心。而且这个台南的关会中心表示讲，疫情影响的时间伤过长啊，这欠货状况是这30年来上较严重的。也呼吁民众甲学生囡仔趁着休热做伙来关会。来到台南关会中心外口的海报写大大的“欠货2字，搁再行入去货库家顶就要空空。受到疫情的影响，关会民众大减少，南部货库存量减到剩4公分，无到7天的安全量。无停啊！我想着就来关，身体若好好，就出来加减啊关会，安尼。应该这欠货就进前，过年前就一直花啦。所以讲大家有法度出来，就尽量出来。5月下旬开始受到疫情的影响，就无法度安排后园的关会活动，会库存量直直减少。就连关会中心的人数嘛，剩3-4成。不过，急当前的需求煞袂因为疫情来减少。即马台南地区 A 型、B 型、O 型的货库存拢无到4公分。就连台南市长黄伟哲拢亲身来呼吁民众关会。下午血液供应完之后呢，大概剩下4天。接下来这4天的血量呢，要应付一整个礼拜的医院的供血。所以是有很严重不足的状况。最近嘛，因为南部的确诊者增加，影响到关会意愿。不过，台南关会中心表示，确诊只要恢复健康过14天了后，就会当搁再关会。目前嘛，因为疫情也未收煞，影响愈来愈大。台南关会中心面临30天来上欠货状况，呼吁民众赶紧来关会。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早起接见2022年国际科学展览会的这个代表团，总统鼓励着这得奖的学生爱保持研究甲找找好奇心，也要让少年世代科学研究成做台湾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再次恭喜大家的好成绩，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更加培养出思索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更累积出对科学知识进一步探索的兴趣。未来，台湾会持续在6大核心战略产业，包括 AI、5G 以及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加速发展，也要全力推动落实2050净零转型这些目标。那么，都需要有更多的优秀的科技人才共同来参与。蔡总统表示，台湾这几年来在科学领域有真侪重大进展，在疫情之间投入疫苗研发，而且透过数位科技应用提升防疫能力。总统也期待得奖的动物会当发挥全长，利用科学研究力量带动台湾各领域的发展。
讲到这个疫情一个久长，也影响到劳工就业，特别是拄毕业的新兴中介者，真歹找到实习甲庇护工作的机会。虽然这政府是有提供安心上班的方案，工课有较辛苦，不过社福团体也烦恼讲，这疫情若阵结束了后，新兴中介者要回到一般的场所来上班，可能就无遐顺利啊。学生伫灶骹煮茶，虽然动作较慢，但真用心伫做。这是提供新疆者训练的庇护工厂。伫台湾，新疆者要找到一般的头路，本来就无简单。这2档受疫情影响，更加困难。疫情的关系，导致这些转衔可能会停办。他不知道什么叫小作所，他什么叫职业重建，什么叫个管员，不知道去哪里找到这些人，然后这些服务代表是什么意思。政府虽然在疫情期间提供安心上工的方案，但就互员嘛烦恼轻松的头路，会互新疆者更加歹适应一般的工作环境。离开会发现外面的工作相对来讲好像比较困难，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适应，他们会觉得好像还是在我们这边工作是最理想。新疆者找头路本来就较困难，疫情互因更加无信心。有工作就先去尝试，因为我们毕竟比正常人工作的职缺会比较少。学生伫这份书边学要安怎加手机，为着帮助新疆者就业，高市劳工局当年开园艺、洗车等一份课程，疫情期间嘛无断。克服的过程当中透过一些科技啦学习效果也许不过，我们都还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准。透过这份，互新疆者有能力去找一般的头路。这份中心发现，因为真侪新疆者比一般的人更较愿意劳动打拼，等到伫一寡工作顶悬更加受欢迎。学员这训练出来就业率，其实普遍在加油站跟一般的汽车美容厂还蛮受欢迎的。面对新疆者，大家定讲，互因鱼啊不如互因钓竿。社福团体表示，政府确实提供真侪帮助，但更希望政府互因适合的钓竿，毋是单纯的补助，互因有能力会使转去一般的工作环境。记者陈焕武、面交管高雄报道。教育部头一届放令咧，互一个香港、澳门学生会当来到台湾读高中职甲五专。今年就有32间的高中职甲9间的五专来参与这个计划。透过老师的学习来考取丙级的证照，也包括乙级的证照。应聘工商主打专业技职教育，互学生会当考调证照，还佫会当直接到职场实习。视光科的部分呢，有5专，也有2技，所以在读完之后，还可以再进行2技的研修。护理狗能够让他辅导考上美国还有澳洲的护理师执照。中华医术科大是强调实务培训，保障毕业就是就业。因为伫台南的玉德工家，伊是主打无人机的修护科。强化航太发展重要性，且全部拢是要请港澳学生来台湾学习。其他的科应该大概各国大概都有了，唯有飞机修护科，我们目前在台湾10几所的学校设置，我们的设备非常的优良，可以学到非常好的技术。教育部放令，予港澳学生来台湾就读高中职甲五专，只要是持有中3以上的高等学历证明，并且符合相关身份条件，经过学校审核，就会当伫9月来台湾。头一遍放令，就请32间高中职甲9间五专来参与。大部分能够直升大学只占他们总人口的大概40%左右，所以台湾的高中职五专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就学机会，我想对港澳生来讲是让一些喜欢动手做，但是对于学术发展可能兴趣没那么高的同学，他有新的一个。过去港澳学生，假使若是要来台湾读高中，只限定华侨中学，即摆会当来高中职的电机、电子、机械这职业科类。学生毕业了后，会当伫台湾升学，嘛会当转去香港，也是讲伫台湾摕到学历申请的海外学校。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视觉艺术协会发布一份工作费用改革报告，讲现有的艺文工作者所遇到的问题，就是这薪水上过低。还有文化部就要下部会合作，修正法规，互因有更加合理的这劳动条件。暑假国家上各路补助，观光甲服务业怎么慢慢有愈来愈好，不过艺文产业依然是无讲介好。根据主计处的资料，疫情前后，艺文工作者每年平均的业总薪水减少2895块，毋但是倒退到2017年的水准，还佫真侪人甚至连头路拢无去啊。像我自己亲身的例子，我大概遇到了3、4次，不是取消就是延期，但一延可能就是1、2年。那有些艺术家甚至1整年都没有收入。
现阶段艺文工作者拄到的困难包括薪水伤低、人员流失严重，遭受到无公平的对待时阵无人斗相共，抑个艺文场馆拢无任何企业工会，真侪文艺工作者薪水真低，一日才赚1块啊尔。这份稿子它3000字以上，给2周的时间，1.42元乘以3000字，得到的数字并不是我实际上得到的金额，因为还要再扣掉30元的会费，是由我来吸收。这样现行的一个稿费标准是过低的，这几乎是跟20年前差不多的一个价格。艺文团体讲，拄做宪法内面规定的使用报酬率计算基准，抑个公家机关甲学校稿费支付基准，拢已经几多年拢无调起。希望文化部应该考虑这几年物价起价速度，跨部会合作，由政府带头，和台湾的艺术工作者更加合理的劳动条件。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的影响，和云林口湖的这麻呢出口量只剩3成尔。为着要拼国内的通路，云林县政府甲观光休闲合会来合作，甲这麻石斑加强开发伫咧电商平台，也有石团尾、大卖场甲餐厅的通路，希望趁国内旅游当咧旺的时阵，赶紧来拼行销。云林口湖市的麻鱼原地超过9成拢是销去国外，不过最近几年受到疫情的冲击，即马出口量减到剩3成。最近疫情搁转好啊，当地养殖业者拢期待讲，希望趁民众出来佚佗，也当带动海产的生意。就是疫情的关系，搁日本搁安尼。咱台湾疫情大陆唔敢出去，唔再减量。即慢慢出来，即就看八月初即波若是中秋若是有行来看加减会走出来做。为着要帮助云林沿海的麻鱼业者拍开国内的销路，云林县府甲观光休闲产业策略联盟协会，佮有连锁便利店等单位合作，加强开发线顶商店、集团主文、卖场甲餐厅等等的销路，方便消费者买到真好的麻鱼。好，一些优质的渔产品，这边一次可以买到。好，再透过便利商店的一个店到店服务，所以消费者来这边可以买到既经济又实惠。不只是有鳗鱼、有乌鱼子，还有虾哈，还有台湾鲷啊，在这里应有尽有哈。只要你到幸福61线公路下来，就马上可以吃到。农业处表示，最近因为疫情，真侪饲麻鱼的业者外销受到影响，加上饲料成本增加，产业压力增大。透过云林良品品牌认证来辅导业者包装、行销，佮媒合到国内的销路，希望会当帮助县内农渔业找到新出路。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有办一个食冰活动，让民众来挑战这1公斤半的这大碗公酸仔冰，上紧食完的前3名就会当摕到奖金。另外，8月底进前去指定的店家买酸仔冰，佫会当抽奖哦。希望行销这玉制酸仔顺续成游客来观光。大家坐一排咧食酸仔冰，有的人一喙一喙豆豆啊食，有的人是撒咧就踢入嘴。这是台南西拉雅国家风景区举办的食冰比赛。那么最终我们的重量是1554公斤，所以我们成功打破原有纪录。为着要庆祝玉制冰店业者伫4天前做出1份1554公斤的酸仔冰，打破世界纪录。今年特别举办比赛，一碗1公斤554公克的酸仔冰，10分钟内上紧食完的前3名就会当摕到奖金。那个玉井吃冰节哈，那我们今天也有办理一个大胃王的这吃冰比赛，那我们希望是在这个炎炎夏日，能够大家能够来到这个玉井这边来品尝我们的芒果冰。虽然今年芒果很少哦，但是质量一定是非常棒的哦。西拉雅风管处处长齐金玲表示，今年的酸仔咧开花时阵煞拄当大雨，产量比旧年减真济，所以真侪民众听到食酸仔冰的活动，拢想钱要参加。咱即摆热天、秋天中间，因为虽然秋天，但是南部毛啊足烧热的吼，所以这个烧热的天气来食冰是上介赞、上介好的吼。15个参赛者、拍拼者，落尾是予3个小招参加的查甫大学生，甲前3名总毛走。头1名敢若开2分9秒，就甲1碗冰喝了，摕走3000块的奖金。主办单位也希望除了推广玉制酸仔，嘛会当请游客来上边景点观光行搭。记者综合报道。
在观众朋友来看到屏东的那边，这个仁和关怀协进会以在地市稳的特色，特别设计出钓鱼班的长仔耍，又无同款的色水的鱼仔，一个摆仔训练这个时大咧，希望讲因的记忆力会当减慢掉失智症发生。这钓起来鱼，若甲你的摆有共识，安尼就算分数。屏东那边的联合社区关怀协进会专工请人设计这趣味的倒仔耍，互在庄的时段哪耍哪学。像这班钓鱼班，就是结合在地市文化的特色，互长辈学钓鱼，减慢失智。叫邀请老师来甲阮教一寡迄个老人失智的桌游的方式，就是吼，迄个祈祷，踮社区内底，会当讲迄个互因。增加因的常识，而且佫上加因的家因的智慧增加。莫讲哦，逐工踮厝看电视，看甲拢变成头壳戆戆去安尼，系啊。社区参加的时代拢算甲真欢喜，讲到算钓唔到鱼，爱规组处罚拽骹车，嘛是真趣味，会当训练记忆力，活动筋骨。佮想起以早走溪边钓鱼的囡仔时，若要规工关伫厝内，倒不如来遮甲人运动减体重。脑部的刺激，还有那个。很会忘记的那老人痴呆症，有一点帮助，有那个每天的活力跑出来。当解学就好啦，无带存拢无聊啦，来参加这解学啊，在那幼稚园啊来解学。先去抽牌，抽到了哪一种颜色的鱼，然后再经过一个关卡的训练以后。然后再去钓鱼，中间的过程就是让长者能够知道说，记住短期的记忆力，记住它的刚才的那一只鱼是什么颜色，来到前面有3次机会可以钓鱼。船长表示，目前已经有设计几套倒仔耍，反应拢袂歹，未来继续开发相关的课程，招愈侪社区共同来办理，或者时段哪耍哪学，健康快乐活百里。记者怎报道？为特别互民众更加认捌到文学的面貌，屏东文学馆办适合文学的日子展览，展出23个作家的作品，影像含声音。现场唔但无记这作家伫大自然创作风景，更结合 NFT 和读者咧，通运用这个戏剧绘本买到所谓文化资产。在悬崖凝视的我，随着海风吹来，不知何时竟然成为一滴。天地铸造凝练的海水，用实物布置现场，佮用电视呈现海影像甲声音。屏东文学馆办适合文学的日子，翕山翕海翕屏东展览。读者唔但会当阅读文学作品，佮会当看到作家书写的身影，听到因的声音，感受因伫大自然创作的感觉。您从这个展览里面可以看到屏东文学的发展，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布置成跟山海相关的一个情境，让您可以在看展的时候呢，也感受到屏东的那山那海。这个展览有23个作家的作品，佮特别模拟原住民起的旧房厝，互民众佮较认捌原住民的创作理念。另外，现场佮结合科技，读者会当用戏剧绘本买到作家的声音，保存所谓文化资产。元宇宙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冲突的，也就是说，自然环境也许会恢复到原始，但是呢，我们使用的科技却是很未来的，对，所以大家可能在参观的时候呢，需要发挥一点想象力。屏东文学馆唔结合 NFT， 创造未来文学新商机，佮互文学回归上原始的创作状态，用屏东美丽的山甲海陪伴读者欣赏作家心内风景。这款文学的影像发展，就亲像是要呼应展览的名，互大家伫屏东的每一天拢是适合文学的日子。记者综合报道。吉航讲是全世界上幸福的国家不丹，因为因较保守，对这同性恋的支持度也较低。不过，不丹总理推动改革，正式把同性的性行为度罪化。加上最近不丹小姐选美比赛，选出一位女同志，要代表不丹去参加全球小姐咯。穿传统服装、排彩带、戴袖冠，佮详细检查整理一下。顶个月摕到不丹小姐袖冠的女同志查西，要代表不丹参赛全球小姐。
去年2月不但无搁再甲同性恋性行为看作违反自然法则，是尼泊尔、印度了南亚第3个同性性行为度罪化的国家。 With the decriminalization of this action, I feel more comfortable in public than before. Like being who I am, who I really am. 23岁查士讲，透过探索加自我反省，了解到身为一个女人，也过同时和其他的女性吸引是一件自在的代志。虽然伊的家族保守信仰虔诚，也过和厝内人接受比什么拢较重要，就勇敢讲出来。 It was a very strong reaction, but after a while, I think they thought, okay, our daughter is not going to change. Let her live her life, because I've always been very independent. And then as long as I can stand on my own feet,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really matters to them. 查士是不但有意公开同志身份的公众人物，伊希望透过几落百万人看的环球小姐比赛，有更加侪讲话机会。Being openly gay and then being Miss Bhutan will give me an additional platform, because now I'm not only speaking for the Bhutanese community, but I'm speaking for the minority of community on a platform like the Miss Universe pageant, which will be a huge deal for me on my career path, and then for the people of Bhutan, and then for the LGBT community as well. 公司新闻王亚芳编辑。 英国正出名的这点心煎鱼仔肉，除了即马这介绍是大起以外，也因为讲吼这钱变薄嘛，因为这罗西亚入侵乌克兰，英国加强对罗西亚进行经济制裁，所以这白鱼的进口关税起35%，这原料贵介绍起，消费者甲业者拢伫咧怨叹。 英国东南部的度假胜地布莱顿，美丽码头、高兰石海捕甲煎鱼啊，这马铃薯真出名。啊，毋过近日来这度假人会发现，这物件比以前较贵，因为敢若是主要原料鳝鱼，伊的介绍已经是起真济。At the moment, it's tripled the price of fish, and the customers aren't recognising it. We have to put our prices up. 俄乌战争，互人员介绍称关食品供应链也紧张，外食费用早就起真济。英国政府扩大对俄罗斯制裁，7月19开始，俄罗斯进口的白鲟鱼，包含鳝鱼、乌鳝鳝鱼，这高需求的产品，也日日35%关税清单，佮直接冲击煎鱼啊，甲煎马铃薯。 不止鱼肉贵，煎鱼物件所需要油、面糊成本拢得起，业者才小看起价，人客已经看贵。为业者只好改用其他产地的鳝鱼来代替原料，免用用自行。战争影响的另外一个重要基本粮食就是食油。乌克兰甲俄罗斯加起来占全球天然气油出口量的8成。即马欧洲各国已经面临欠货起价，甚至限制购买。这个慕尼黑一间酒吧就承出，互人客炸出来的天然气油来换比率1公升换1公升，得到大家响应。 Und das Ganze ist auf die Idee gekommen, weil uns einfach auch das Öl in der Gastronomie ausgegangen ist. Und daher muss man erfinderisch sein. 这位先生进前送进到救援物资到乌克兰，顺便在当地买80公升的天然气油回国。这摆趁活动换回百姓的比率都用在生日 party。目前德国1公升比率介绍是天然气油的2倍，对人客真有吸引力。活动以来已经交换400公升。酒吧的总铺师总算用放心煎肉排，免阁烦恼无油。 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伫咧北比的尼加拉大水墙，逐年拢会成济游客去加打。即马伫加拿大呢，这边呢有一个超过100年的磅坑，7月会对外开放，游客会当伫遮欣赏到规个水墙景致。游轮顶载满着乘客，眼前规片的瀑布下来。 澎湃水量甲磅礴的气势真壮观，这是加拿大境内尼加拉瀑布，游客拢是坐船来看。不过，即马伫咧探光瀑布的一座100年尼加拉公园发电厂磅坑开放，有新的方式来算。And this is a 2,200-foot-long tunnel, so the guests will take a glass enclosed elevator down 180 feet. Down to the bottom into the wheel pit, and then out the tunnel and into a brand new viewing platform, which extends 65 feet out into the Niagara River, and they're going to get spectacular new views of Niagara Falls. 尼加拉瀑布伫咧加拿大安大略省甲美国纽约州的交界所在，伫加拿大这边1905年起第一座电厂用大涡轮加工电技术，利用瀑布发电，带动安大略
略省南部加纽约州西部的工业化，这么磅空完工有新意义。 Today, we've done the adaptive reuse of this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 So we have an attraction of the generator hall floor, and this weekend, July 1st, moving forward, we've opened the tunnel, which sort of completes the last piece of the puzzle, if you will, to tell you how the whole power station worked. 除了看壮观的瀑布，民众也当参观而且那公园发电厂所在正块地下设施。这项开放发电厂磅空的计划，得到安大略省政府2500万美金的补助，自2020年3月开始执行，希望减轻疫情对24亿美金而且那瀑布观光产业的影响。公司新闻王亚峰编辑。下晡晡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基隆到新竹对31度到36度，苗栗到云林对31度到35度，嘉义到屏东对31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30度到34度。 平湖金门马祖对28度到3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相会。